做了那个檢查，說我們那個心率過低。Heart rate is very slow。慢到什麼程度啊？41、42。後生嗰時，包括依家，有冇話經常做鍛鍊、做運動咁樣嘅？做啊。就呢一個月同一個月之前去比較，有冇覺得體力會明顯變差咗？都冇咁解。有冇話即係做工嘅過程中覺得頭暈啦，甚至乎眼前發黑，即係好似突然間一下子覺得光線暗咗落嚟咁樣？冇。哦，冇試過突然間一下子跌低暈低咁樣嘅情況係嘛？冇有。眼科嗰邊嘅醫院嘅醫生同我呢邊都擔心一個問題，就係你心跳咁慢，會唔會喺手術過程中出現更加慢引起嘅心跳甚至乎驟停咁樣嘅情況？所以咧，我依家需要同你做嘅評估有兩個方面。第一個咧，你今日驗咗腎功能、驗咗電解質，呢啲如果係有唔正常嘅話，係會導致心跳明顯減慢嘅。除咗呢樣之外咧，最嚴重嘅有一種疾病叫做心肌梗死。心肌梗死咧就等於心臟血管塞咗，塞咗之後咧，嗰個心臟有可能會跳得會明顯減慢。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嘅甲狀腺功能啊，甲狀腺功能減退嘅。亦都有可能會令到心跳慢。第二個方面需要評估嘅就係話，我要知道你究竟心跳最慢到幾多。最怕係偷停，喺原先就慢嘅基礎上，突然間有一個係特別長嘅。如果我哋偷停超過2.5秒以上嘅，人就會眼前發黑，甚至乎成個人會暈低，就好似斷片咁樣。